冰姐，跟您汇报，B 方案推进顺利。王小姐，您的拿铁。谢谢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也不是心情不好，你知道的，最近考研挺难的，我工作上面又不是很顺利，主要是我想让自己再稳定一点，至少工资再上一个台阶。其实我们公司呢是做供水设备的变频控制柜，最近的收益跟效益一直都不是很好。你们公司做变频控制柜？正好啊，我们公司的业务之一也是做大型的净水设备，我们可以合作。真的呀？啊，那太好了。不过，我们公司还涉足一些房地产，可能资金没那么充足。房地产公司还缺钱啊？当然，现在好多项目都卡着呢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先商量起一个草案，等后续有什么项目推进的话，我们再一起探讨。好。哥，我过几天要去北京了，所以我想给我老板一些建议。他呢也是做房地产投资的，也会投资一些实业。现在他有一个困扰，就是他是该用有限的资金去竞拍一块地皮，还是继续投资实业啊？你有没有什么好建议给我啊？这个呀，你算是问对人了，我就是做这一行的呀。那你给我一些建议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就以我们公司为例啊，给你讲一下如何去投资。这投资这一块儿，首先我们要看准。那个王小姐，要不我们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再喝点儿？今天可能不行了，我男朋友已经来接我了，要不我们改天再约？一定啊。那我走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就送到这儿吧，谢谢你啊，拜拜。拜拜。这个冉冉还说我藏着掖着的。今天怎么这么冷清啊？也许啊是有人包场吧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。我想冥冥之中有个女孩，她应该也会喜欢的。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，我等，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理智安排。阴天傍晚，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。向左，向右，向前看，爱要拐几个弯才来。我遇见谁，会有怎样的对白？我爱的人，他在多远的未来？
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。我真的想跟你交个朋友，可以吗？随便点，别跟我客气。要不直接来一套吧。鸿门宴呐！你不要误会，其实我呢，只是想给你闺蜜吴芷云道个歉。这个呢，是一点小小的心意，送给你的，仅此而已。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我就帮帮你吧。我可不是为了这包啊，我是想吃肉。明白。服务员，来一套。哎，好的。来，王小姐，请。哥怎么想到今天请我吃饭呀？今天啊，是想给你引荐2位朋友，走吧，他们很快就到了。我想，这位朋友我就不用介绍了。那么第2位朋友，你也应该猜得到是谁了吧？都来了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我们孝寿集团的董事长秦孝寿。这位女士呢，认识我，也认识我们胡秘书，她叫王然。咱们集团竞争对手新泰地产的董事长助理，欢迎啊！秦总好。幸会啊，王小姐，镇定自若，真乃大将风范呐。秦总说笑了，我不过是一个身无长物的小女生，只会耍一些小聪明。好在严董事长那里邀功，今天算是学到了，祸兮福兮，能够重新认识秦总、胡秘书、石顾问，是我的荣幸，十分的开心。王小姐口齿伶俐，真是能说会道啊。秦总，我可说不了假话，沙坪坝那个楼盘我是真心佩服，背山环水，左右环抱，山口呈圆形，在风水学当中叫做金星山。门口挖湖名为明堂聚水，最绝的呢是穿过小区的那一条路，不走直线，宛如玉带，在风水学中叫做玉带拦腰。你们都听听，啊，平时跟我说那条路弯弯曲曲的，看着怪怪的，现在明白了吧？哈哈，王小姐，佩服呀，佩服。王小姐。这块楼盘呢，我也是下了心思的。在风水上呢，叫山有来龙，昂秀发，水须为豹，做环形。明堂宽大为有福，水口收藏积万金。清代谣言峦，阳宅集成。来，王小姐，敬你。秦总。王小姐呀，鄙人十分欣赏你，要不要到我的公司来工作呀？我给你3倍的薪水。秦总怎么不问严总给了我多少薪水啊？无论他给你开多少，我都给你5倍。你觉得呢？我要是现在答应秦总呢，肯定显得我不真心，不如多给我一些时间考虑考虑。考虑考虑。
我是可以理解成真的考虑呢，还是婉言谢绝呢？秦总，我再敬您一杯。可以啊，本来想约着你，看你出丑呢，结果啊，出丑变成出彩了。哥，这不是您大人有大量吗？哎呀，你别跟我说那些客套话了。你现在心里边正问候我祖宗18代呢吧？哥，您这是哪儿的话呀？你也别怨我，我们秦总呢早就掌握你的资料了，你太低估他了。今天这个局啊，就是他让我组的，放手吧，别玩下去了。哥是真心欣赏你，怕你吃亏。哥，您怎么觉得我会吃亏呢？我作为一个投资顾问，可以告诉你一个绝对的真理：要想得到实质性的收获，就要有实质性的付出。现在这个社会啊，有资本的人用资本挣钱，没资上次跟你说的那个方案失败了。那你的情况有我糟糕吗？那倒不至于，不用辞职。那不就行了？你还是挺厉害的，还可以微笑面对。只要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，就得微笑面对。Nice。哎，要不然我送你上去吧。啊，那个不用了。哎呀，就这么点酒，你可别忘了我是酒神。嗯，我走了。嗯。拜拜。你去啊，要不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叫你别学你爸爸说话的吗？不准你直接喊我的名字。然然，你回来啦？回来了。所以我今天实在很忙。然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就帮妈妈的忙去买东西好不好？没事吧？然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透透，陪你。靠谱。干杯！不是，你干嘛喝这么多酒呀？他们设个局想看我出丑，结果呀，我把他们都喝趴下了。酒神王然，名不虚传。不过你干嘛这么拼呀？妈，我今天生日。我忙着呢，你自己吃吧。不是，您答应陪我今天过，还说要送条裙子给我。下次啊，下次妈给你买。下次？你每次都说下次。你跟我喊什么呀？啊，我不想买吗？我挣钱那么容易啊？然然，然然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喝完这些早点休息吧。我去睡觉了啊，你早点休息。别吃辣条，不健康。好。
妈，你裙子，上学去吧。妈累了。只拉了10万，没有，1分都没拉到，那10万我也给退了。怎么，心里有怨气？有。但这次我来找您，是想跟您说我的交接工作已经完成了。行，年轻人啊，总会走一些。鸡汤就不用给我吃了。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。你要做的事，就是把秦销售拿下。当然，事情成了，我会在省下的交易金额里，给你5个点的奖励。那贴近双重的余温，说过的话我也会承认，从此我们不同的两人。是远征，总有无限种可能。不管停靠的是哪一站，我也会常常回头看看那些我们曾经的我们，后来都承认了。冰姐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我觉得不妥。你的任务不是判断，而是执行。冰姐的意思很明白，如果这次合作我谈不成，那我连工作也保不住。如果可以保护你。是远征，李一成，李老师，最终你还是没留下。现在我马上出去了，给你2分钟时间选一下：第一，出门去找新工作；第二，进娱乐部。跟我，谢谢李老师，谢谢。4楼左转第1间，知道了。请。听闻王小姐颇有才华，帮我看看我这里的书画如何？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秦哥也喜欢这首《春晓》呀。小学生的诗，耳熟能详，王小姐不觉得浅显？耳熟能详不代表浅显呀。春眠不觉晓，唤醒知觉；处处闻啼鸟，唤醒听觉；夜来风雨声，唤醒记忆；花落知多少，是怜惜之意。没想到王小姐理解得如此透彻，真是佩服啊！来，
王小姐对唐诗怎么看？人们都说唐诗豪放，但我自己呢，觉得唐诗最能唤起人的悲悯之心。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陈子昂的《登幽州台歌》。王小姐也喜欢这首诗。请移步到书房。好。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鄙人所写。悲悯天地古今，观之动容。把春晓放在门厅，把这首放在书房，别具匠心，小女子实在佩服。哎呀，万没想到，王小姐也懂得这由浅入深之道。干！干！小林，还没下班啊？哎，老大，那个新闻稿我已经改好发到你手机上了。好。刚来第一天就加班，辛苦了。都是应该的。那你忙完早点回去吧。老大，谢谢你。缘分。你怎么了？你别过来！你到底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有阴影。你有什么阴影啊？我之前受过伤害，我进公司的时候见到的都是特别粗俗的人。我这次来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是带着任务来的，并且说如果这次合作谈不成，他就不要我了。关于合作，有你在，就一定能成。合作终于谈成，但用的方法却是我最厌恶的一种。虽然是冰姐逼迫的，但我毕竟妥协了。代价是我犯了不该犯的错，这让我很后悔，也很后怕。林依晨，闪烁着深邃的眼眸，花落的时候不知无尽水流，最美是晴天彩虹环绕着世界，静静看着风筝蔚蓝天，多想可以能再遇见，多想可以重演。你怎么了？我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跟你说，之前的项目我也搞定了。真的？那我也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可以留下来了，马上转正去娱乐部，当娱乐记者。挺不容易的。都挺不容易的。下周世界末日，时刻牙见。世界末日见。世界末日见。